人生若搬去，论真将规世人的时间拆做3出去，其中一出叫做困，千万唔通看伊无点哦。一暗无眠，3日睡醒，平平倒伫门床顶，有的人是3秒钟困甲咣咣叫，有的煞规暝车步柄拿来前期，甚至到眠梦交鬼走小了。基本上困眠会当分做2个阶段，目睭袂紧张阶段，紧张阶段。虽然困去啊，大脑嘛是骨力咧拍拼。有研究指出，困眠好，记忆就好，学习真轻巧。不过，咱爱安怎做才有法度困饱眠？时代咧进步，电脑科技除了紧拖到，敢会当互咱好眠1醒到天光。2019年10月21号，对着现代牛信虎教授的脚步，同齐来对抗咱的好困眠